以色列和哈马斯对当地时间24早起7点休战4天。哈马斯伫24下晡4点也先放13名的人质出来，以色列也会伫4天内把150名巴勒斯坦犯人放出来。不过，这届参与协调国家卡达也开始烦恼，讲这冲突会一直影响到后一代，未来将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款报复行动。救护车甲载满物资的卡车伫拉法关口头前排队伫等待。经由卡达、埃及抑个美国协商，以色列甲哈马斯同意停火4天，互50名互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妇女甲囡仔等去死的，并且运作每天运送至少200台卡车物资甲燃料入去加沙。尽管比原定的日程慢1天，头一批13名人质会伫当地时间24下晡4点被释放，直接被送往病院去检查。同时，以色列方面也答应会释放150名巴勒斯坦犯人，遭到多数是妇女甲青少年。不过，一直到停火协议启动迄个时阵，加沙走廊依然听得到一寡轰炸声音，持续大约15分钟。也会伫休战进前的拜四暗时，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搁在传说以色列军队空袭，造成至少4人死亡。不过，这无影响一堆难民准备要返来北部。尽管以色列一再警告战争也未结束，这人依然是趁停火，归家来离开汉尤尼斯。当地即阵有几800万人伫遐，又欠缺清气的饮用水甲基本的物资，领导状况是愈来愈歹。بدأت يعني تصل إلينا تقارير بانتشار بعض الأمراض بين النازحين.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يعني أمراض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رئوية تقريبا فوق ال70,000。另外一方面，加沙司法边缘民方发现哈马斯的地道，以色列方面认定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。院长拜是互以色列掠起审问。另外，以色列也伫加沙北部的加巴利亚地区发现空武器甲制造武器的设施、飞弹发射站，也个藏伫清真寺内部的地道。נכנסנו לתוך העיירה ואיתרנו פירים ליד מסגד, פירים מאוד מאוד גדולים, שברור שנעשה בהם פעילות של טרור מתוך המסגדים ומתוך השטח האורבני. 以下冲突已经49天，全球掀起支持巴勒斯坦也是支持以色列的声音。卡达正做击败参与协商的主要国家，该国外交部长就关注以下冲突可能造成整个世代互相受分，加互相看做未来目标。欧盟国家领袖是到约旦河西岸，甲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，希望以巴重新启动和平谈判。公视新闻，杨安编译。